為慶祝端午佳節，文南里每年攏會舉辦端午聯歡的活動。一方面透過節慶的活動，甲里民來博感情；另外嘛，借此來宣導政府的政策，包括社區的治安、噪音防治以及天高熱等。尤其這幾天連續的大雨，區長嘛呼籲積水的勇氣一定要清，避免被罰。利用安尼一個活動吼，特別來甲大家宣導一下吼，嘛要甲大家呼籲一下。昨這裡抑閣落雨，落甲足大，今日就隨好天。咱咧驚就是驚講，即擺天氣熱，落雨過，咱若甲止水容器無甲伊清去，容易會生蚊子。就是登革熱的迄決吼，原則上，這若無用好，環保局、衛生局可查到，一張環保是3000起跳，同源的罰甲15000吼。咱文南里的最近有一個新的活動中心，伫咱的健康路立洲公園2公斤半，拍破感謝咱當時市政府，特別個人起一個活動中心，佔地200坪，開8980萬，拍破者，也有預定的中秋進前要來啟用典禮。這屆活動邀請多位的貴賓甲人民代表出席，現場里長還準備了1200粒的粽，甲里民來分享。活動中還邀請有名市長提供免費的酥鴨甲熱飲，以及好時光樂團現場的演唱，互里民提前來歡度端午的佳節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